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变。哈利路亚！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从头来唱。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大地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
深，或是当我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在任何的环境，真的上帝，他都要来保护我们，他都要让我们不孤单，他要陪伴我们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他要为我们预备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是的，主啊，你说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主你救赎了我们。你说我们从水中经过，你都要与我们同在。你说我们渡河，水必不漫过我们；在火中行走，你也必不灼烧，我们也必不会被灼烧。是的，主啊，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知道在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经历着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经历，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我们的成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这些主啊我们觉得好困难，我们觉得好难过的事情，主我们放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愿意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口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这些害怕、我们的恐惧，还有那些你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在经历这些难过，我们都要交托给主，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是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事，甚至是觉得很难过，但主啊，在今天晚上，主啊，我要将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主啊，交在主你手中。主啊，你是磐石，主啊，你是平安，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忘记很多我们过去有时候很多悲伤跟伤痛。主啊，我们要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让我们知道，不论去到哪里都不用害怕，因为你必背着我们前行。主啊，你是世界的主宰，你的荣耀彰显全地，你的美意在各地发生。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边，可以敬拜你，可以与你同在。主啊，求你来到我们身边。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经过高山或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主，你要与我们同在，陪我们走过这正在经历的一切。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你的安排，你有让我们学习，要我们去跟随你的事，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跟随你。所以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从副歌一起来宣告。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是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们再次来宣告，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让我们举起手来宣告，主是我们的盼望，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耶和华。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敬拜，让我们认识你是掌管天地万物、宇宙其中万有的神，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知道你掌管世上所有一切，你也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知道我们所害怕，你也知道我们所不足，但是求主让我们知道，不论天地如何的改变，上帝你永远不改变，不论山河如何的动摇，但是主你永不动摇。主啊，让我们定睛于你，住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坚固的避难所。主啊，让我们再次紧紧连结于你，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来掌权居首位。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敬拜你的时间，
也让我们把这样的时间分别出来，能够与你相亲，与神相近。献上我们祷告、祈求、敬拜、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跟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请坐，我们一起来读经。这是耶利米书吗？但以理书。OK， 好，没有的话，那就直接帮我放我的 PPT。对啊 ，OK， 好，没有错，好，只是前面打错了。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第2章10到13节，总共4节哦。好，那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起。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下一章，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第14节，因此王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术士。于是命令发出，则是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好，就是从礼拜1开始，好，我们要来读但以理书，总共有13天的共读。但以理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书。只有短短的12章，好，但是1到6章，好，让我们读起来看到但以理非常出神入化的故事，传奇的一生。他怎样可以服侍，好，到80岁，从10几岁被掳，到服侍将近80岁，做了2个帝国的大臣，服侍超过5个皇帝，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好，如果你的老板是这个川普，好，如果你的老板好，这个是台湾的总统。哇！而且呢，连续服侍5个这样的老板，好，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7到12章，好，却是非常困难理解，因为这里面好，但以理他领受了非常神奇的事情。神所给但以理的话呢，好，是不是当时连一般的人能够理解，连但以理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甚至在但以理的这个领受的意象当中，好，他甚至因此还生了重病倒下去，好，然后呢，将近有21天的时间啊，3个礼拜的时间。什么事情让但以理非常的惊惶害怕？好，这是我们在这2个礼拜，好，接下来读但以理书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而这样的事情呢，好，确实不是只有在但以理的时代，而是要到但以理那个时代，接下来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将来的时代，这都是神借着但以理书所要启示给世人的。但以理书呢，可以说是当时好，或是圣经当中好聪明过人、绝顶有智慧。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在今年年初啊，好，是跟高中生做的调查。好，在热门的大学当中排行好的前6名的大学。好，那这个调查怎么调查呢？好，它是用你知道大学当中的科系。好，你只要这个科系被高中生好填到的，好，这个他就得分了。好，所以台大是最多，有12个科系呢，好，是高中生好他们想要进入读的科系。而第2名成大，第3名呢，好让人有点意外，是哪个学校？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有几个科系呢？7个科系哦，好，是高中生很想要去读的。好，辅大呢也有6个科系，好，师大5个，政大5个。好，但是呢会发现说，这个调查怎么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太一样呢？好，因为这个对象是谁？高中生。好，他可能想要念的是这个，可是最后当他考完学测，好要填的时候呢，去面试的时候，最后临门一脚决定的时候呢，不见得是这个科系哦。好，可能他还是要爸爸妈妈的意见，老师的意见，或是所有同学班上的大家的意见，他只好放弃他想要读的科系，去填好他的爸爸妈妈好或是身边的人想要让他去读的科系。
而如果再把这个调查呢做另外一个分类，就是用学群来划分啊。好，你可能没有想到，第一个热门的学群是什么呢？建筑与设计啊。好，建筑与设计跟建筑相关的、设计相关的科系呢，就有21个学校，好，这个系所入榜啊。好，那这个是被排在第一，高中生。第二呢是医药卫生，第三呢是社会与心理，第四呢是法政学，好，那第五是大众传播，第六跟第七呢是资讯，还有艺术啊。所以对一般学生而言，他的人生寻找、追求、追寻，好，他想要学习当中，这可能是他想要学的。好，但是呢，好，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好，你会发现哇，怎么很多都是机械啦、工程啊、资讯啊、化工啊，好等等，怎么都没有在这个上面呢？好，可能是为了将来的入社会出路来考量。而这是在我们台湾，好，那在美国呢，好，就没有照这样的来分。美国呢最受欢迎的大学是哪一所？要不要猜猜看？美国，哈佛，好，哈佛是第2名，还有呢，常春、耶鲁，好，耶鲁呢是排在第4名哦。好，常春藤的学校，对，没有错。美国排第1名呢，好，这是去年的资料，好，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是第2，哥伦比亚第3，好 ，MIT 是跟耶鲁是第4啊，再来是斯坦福、芝加哥，好，然后再来是宾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还有约翰霍斯金，好，这是很好的医学院，好，后面有列出来是他们1年的学费和杂费，好，是美金乘上31啊，好，乘上31，好，所以平均呢都是接近在180到200万之间呢，1年哦，4年要花多少钱？就是乘以4嘛，好，就是将近要700万，好，才能够把大学念完，哇，那如果你要借学贷来读美国的大学，好，大学4年毕业之后，你先负债700万，好，然后700万什么时候才能够还完？好，那就看你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好，这些学校呢，几乎都是等于是代表你的收入的保证啊。好，你从这些学校毕业呢，好，大概你1年的收入大概都是8万起跳美金，好，美金啊，好，所以你可能读过这些学校，好，你可能很容易，就是找到工作1年都有年薪8、9、10好以上，好，你这个读个工作个几年之后，好，你所有的学费通通都赚回来，好，可能你的人生好就可以继续来追寻。这是我们在现今台湾或是世界、美国，好，这些我们正在学习好知识的殿堂和学府啊，不过都跟钱有关。但是但以理书呢，也让我们看到，好，在但以理的时代，好，是什么帝国？巴比伦帝国。好，有一本书，好，叫《巴比伦的智慧》，它就要介绍巴比伦帝国，好，它曾经有2个时期。这个巴比伦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好，那圣经里面提到是新巴比伦帝国，好，就是在这个主前600年前的时候，好，兴起来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他的名字也在这边，尼布甲尼撒2世。好，圣经提到他在非常多的地方，包括上个礼拜我们从耶利米书，好，也看到巴比伦，好，这个还有在这个王的名字也被记载在当中。而但以理书呢，更是前面一部分，很长的一部分，都是在尼布甲尼撒，好，把这些犹大人掳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巴比伦的智慧成就呢，好，远远超过今天的台大、哈佛，好，这个耶鲁，好，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好，所能够提供的。因为巴比伦在2000多年前，好，接近甚至3000年前，他们就有人类史上最早的民主，好，这个2院制的议会，还有人类史上的第1部法典，还有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好，都还被不断的发掘出来，都在这100年当中啊，100多年当中，好，陆陆续续的发现许多巴比伦帝国的成就，还有他们的科学，好，现今最早的数学课本。好，也是在巴比伦好考古出来，那个叫做苏鲁帕克数学泥板。好，大家说一次，苏鲁帕克数学泥板。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图片。还有呢，你今天学到的代数啦、几何啊，好，都在巴比伦产出来。2000多年前的巴比伦学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好，他不是要去念大学，他一定是有它的作用。还有巴比伦的宇宙观。
巴比伦观星，好看到星象，还有对于好星期，还有这个占星学、医学，好沾肝，好，它可以不用开刀，就直接可以去治疗，去知道你的肝的状况。最早的医疗法典，最早的环境立法，还有农耕技术，还有最早的历书，好记载日期，好，然后来计算这个春夏秋冬，好月份，发达这个农业基金，还有畜牧游牧的这些，都是在巴比伦发生的。所以古巴比伦的占星家，好，其实他们也是祭司，好，他们向他们的神明来祭拜，他们把天空呢360度划为12等份，这是太阳、月亮都会经过的地方，然后这12区块呢，就是12星座，都赋予他们名字，而这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苏鲁帕克数学泥板，好，右边这一块，好，这个。在20世纪发掘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好奇这个当中上面到底代表什么。然后发现这都是数字，而这些数字呢，一排一排，后来他们发现的逻辑就是一行一行下来看。巴比伦人好，他们也引进了60进位，好，60进位，所以从1到60，然后再1到60，再1到60，所以跟我们今天的秒好时，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甲子好的计算，都是用12好为单位的这样数学计算呢，好运用在很广泛哦，好，甚至到欧洲希腊的16世纪，好仍然在运用巴比伦的系统。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巴比伦是个头，波斯是胸，希腊是腰，然后罗马是腿，好，这样子的这影响呢，好，真的就是圣经所预言的。而这个泥板呢，好，它代表是一个三角函数，好，所以这个考古学家呢，把它找出来之后呢，好，这是澳洲人找到的，他就发现，好，每一行就是一个三角形。每一行就是一个三角形，好，然后一行一行下来，就不同的可以画出不同的三角形。那这些三角形要拿来做什么呢？巴比伦他们就是要用在他们的建筑上面啊，好，所以很有可能就在当时协助当时的工程师，让他们能够建造好所谓的不朽的巴比伦的建筑，还有他们的运河，还有他们的城墙。所以巴比伦拥有这样子的技术科技，好，在2000多年前，好，其实在今天来看，好是非常的神奇、不可思议。它只不过用泥土做的板子，还没有经过电脑，没有经过计算机，它就可以精准的计算出好这些的建筑它所需要的长、宽、高，所需要占的这个底部，还有它的面积，以及它如何能够来运送好这一些的石头，好能够烧成砖，好能够来建设。好，所以巴比伦的建筑成就，好，这个巴比伦城墙，好，这么样的巨大，但是今天已经找不到。但是呢，可以看到，好，有这样的图，好，很多，还有包括尼布甲尼撒王所盖起来的古世界的世界7大奇景的空中花园。它这个花园不是只有在地上，而是盖到空中。它怎么样能够把水好运送到上面去？然后呢，能够在上面来种植，好，而且可以1年365天，好，春夏秋冬，好，能够来活着，好，这个跟我们今天想象的空中花园很不一样，好，包括这也是这个记载的通天塔、巴别塔，还有这些的通往巴比伦帝国的各样的驿道，好，他们怎么样能够让军队快速的抵达？还有在公益上面，在宗教文学上面，在宗教上面的成就。都是巴比伦所留下来的智慧，但是但以理呢？他怎么来到巴比伦呢？他是用囚犯的身份、被掳的身份来到巴比伦。但以理书好讲到，他们去到巴比伦，巴比伦也招纳这一区的人才。这些人才是谁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第1章第4节，请读，请。这些青年必须是没有残疾、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的，才有资格在宫廷服务。亚斯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所以第一个呢，你不能近视，好，你不能够有残废，好，不能够打球腿断掉，好，或是骑重机然后摔车拿拐杖，好，不行。而且呢，英俊，好，就是你要把你的眼睛，好，这个五官都要顾好，还要聪明，学识丰富，都要先经过不断的考试，你才能够被延揽进入到巴比伦的王宫当中来服务。亚斯比拿是谁呢？好，他是一个太监长。
这个太监长呢，就把这一群从世界各国掳来的青年才俊呢、聪明人，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所以他们但以理跟他另外3个朋友，可能被掳到巴比伦，开始学习数学，可能开始学习三角函数，可能开始学习设计，可能开始学习建筑，可能开始学习这个诗歌或是天象观星等等的占卜。而这一些的学习呢，都是可能成就在他们身上。但是呢，这并不是上帝对但以理还有他3个朋友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年轻人、弟兄和姐妹，今天你可能进入到台湾非常好的大学，或是将来你有可能进入到世界非常好的大学当中，学习到这一切的智慧、技术和能力。但你要知道，上帝让我学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并不是要让但以理去到巴比伦当一个世界伟大的工程师，尼布甲尼撒的任内盖起了古今闻名的空中花园，搞不好真的还跟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都有关系，因为他们的才智过人，绝顶聪明。但是呢，上帝呢却让这些人他们有不一样的选择。但以理书第1章讲到但以理，好，我们来读第1章第8节，请。但以理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于是他请求亚斯比拿帮助他。但以理说：“我可以来学习巴比伦的这个楔形文字，我可以来学习巴比伦的数学，我可以来学习他们的星象。但是呢，他不要用王宫的食物和酒来玷污自己的身体。”在礼仪上，就是他所相信的上帝。他知道吃的这些东西、喝的这些东西是会得罪上帝的，他宁可不要拒绝。所以他可能来到了 MIT 麻省理工学院，他可能去到了哈佛大学，他可能来到了这个清大。可是呢，如果学校给他的是不符合神的，他宁可不要。所以他决定请太监长来帮助他。所以太监长也帮助他，就让他说：“好，10天的时间，这10天如果你都没有吃我们的东西、喝我们的东西，都保持健壮，好，那就准你。”所以10天过后，他们果然比其他人还更健壮，还更俊美，就用他们所能够吃的食物。所以太监长就这样一路帮助他们。但是呢，这不是目的，而是他们有开始建立在巴比伦继续维持跟神的关系，在世界顶尖的地方继续保持跟神美好的关系，而目的是在于17、18、19这3节。上帝呢，如果你看得到，就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上帝使这4个青年精通各种文献和学问，又赐给但以理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王所规定的3年期限满了，亚斯比拿带所有年轻人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王一一跟他们谈话。他对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印象特别深刻，因此这4个人被选中留在王宫侍候。所以这个是千挑细选，可以说巴比伦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最聪明的人聚集的地方。而但以理他们是一群俘虏被掳来，可是，在短短的3年当中，这3年呢，但以理他们学习会讲巴比伦的语言、数学、天象，还有天文、地理各样子的技术。可是3年后的考试考出来之后呢，谁拿到最高分？但以理跟他的另外3个朋友，他们囊括了前4名啊。所以而且呢，跟王尼布甲尼撒王在对话的时候，还让王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如果我们将来，如果你现在是国中高中生，如果你将来要去推甄，你可能将来要去备审，可能要去面试，你怎么样能够在面试官的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谈吐、你的应对、你的穿着，还有你的外貌和长相都很重要。但是呢，圣经这样记载，因为19节最后写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
王无论问什么或提出任何难题，他们的解答总比全国任何占卜家或术士好几倍。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考100分，但以理考几分？1000分呢，爆表了。好，如果他能够这个占卜家全巴比伦的智慧人，他们可以答对10题的话，但以理他们答对几题？100题。好，所以他们真的是连圣经都写好10倍。但以理书这一卷书呢，好，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写的，好，是在巴比伦写的。你要在巴比伦留下这样的记载记录，而且呢被保存下来，好，并好是在巴比伦地区记载下来，好，等于是让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难看，没有面子，挂不住。可见呢，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但以理和他的4个朋友，居然就活生生的远远超过，好，很客气的说10倍，好，10倍。所以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在这边学习的，他们把上帝的话加上他们当时世上的知识和学问，所以他们等于是通晓整个世界的来龙去脉。所以他们可能从看到了巴比伦看到了星座，可是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看到是创造星座的上帝，这个太阳怎么创造出来的，星星怎么创造出来的，他们都能够理解和明白。巴比伦人可能学的是3角函数，或是60进位，或是1周7天。可是他们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所学习到的是，在这背后安排、命定、掌管这一切的神。而后来呢，这个他们学的这么的已经出人头地，感觉这个故事就应该到此结束。可是呢，但以理书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故事的开始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让他非常的惊骇。可是当他梦醒之后呢，他却忘记他自己梦了什么，所以呢，他就要求说，所有的人好都要全国的智慧人，所有巴比伦智慧人要帮他解梦，而且要求他们把我的梦告诉我，然后再解释梦的意思。如果不能，我就要斩断你们的4肢，并且使你们的家成为废墟啊！不是只有你没有命，你的全家都没有命。好，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非常的残忍，不讲人情。大家就说：怎么可能啊，王啊！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解释王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的君王、大臣、掌权者能够像术士、像巫师、像祭司或像加勒底所有的智慧人问过这样的事情。你至少好歹给我们一个题目吧。现在题目都没有，现在就叫我们答案就要计算给你。王啊，不可能啊！但是呢，王怎么回答？王因为这样的回答就生气，大大震怒，吩咐什么？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这个王说，这个梦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梦我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你们通通都不用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也活不下去，就跟我一起死吧，大家就同归于尽。这同归于尽呢，也包括谁？包括但以理，包括他的4个朋友。所以果然，王就吩咐了护卫长亚略，他就要去准备杀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可是但以理呢，被屠杀的名单当中，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就跳出来了。圣经说，但以理用什么婉言委婉的话，还有用什么智慧，用他的智慧先来做第一步的回应，说王向这个大臣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把这事情告诉但以理，表示说很多的智慧人还来不及问，就啪就被斩断4肢，他的家就被变成废墟。可是但以理呢，他先用婉言，就是先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了解状况。所以这个护卫长呢，他就把事情的经过因为王就做一个梦，梦起来之后他就神经兮兮，然后就发脾气，就下了这样的命令，如果不能够把他的梦说出来、解释出来，全部人都要跟他一起死。所以但以理要做的第2件事情，就是用智慧进去求什么？王啊，
给我们一些时间吧。好，你只要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可以把这个梦为你来解答。好，如果不能解答，你再来杀我也不迟啊。所以王一听说，好，你要这时间做什么呢？但以理说，我这个时间要来做什么？好，他不是去图书馆查资料，他也不是去看天上的星象，他也不是去卜卦，他做什么？如果是你，这时间你要做什么？祷告，没有错。但以理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指明，免得但以理与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但以理说：“我祷告不够，你们3个跟我一起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一起被抓来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都是从小就认识上帝，知道上帝，跟上帝祷告的。所以现在我们4个一起来祷告，把这样的事情跟神求。所以他们果然就跟神祷告，不知道祷告了几天。但是呢，好，第19节，第2章的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奥秘就在夜间异象中显明给但以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不知道王做了什么样的梦，你要把他的梦先说出来。好，以前约瑟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替王来埃及法老来解梦。但是这个埃及法老梦很清楚，他就是梦到7头很肥的母牛，又梦到很瘦7头瘦的母牛，7头瘦的母牛把7头肥的母牛吃掉，然后约瑟就来替他解梦。现在却是这到底是牛还是羊还是鸡还是猪，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就因为祷告，但以理，而且呢不是只给4个人，是给但以理。在什么时候给他呢？夜间的异象中。所以但以理呢，可能是昼夜的祷告。好，在晚上当中，好，他也跟神祷告，上帝就显明给他看到了这个王的梦，就是一个巨大的像。好，这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这个像呢，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底，而这个巨大的像呢，但以理就跟王来解释说：“王啊，好，你的梦就是这样，好，一个巨大的像有这样子的结构，好，从头到脚，但是呢，还梦到了一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从天上掉下来，直接砸在。”好，而且这个大石头不是人的手所能够凿出来的，好，是一个天然的浑然的大石头，直接砸在这个巨像的脚底，然后这整个这个像呢就倒下来，然后被风一吹呢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但以理就开始跟王来解释说：“王啊，这个梦，你呢就是那个金的头，就是你和你的国家，接下来你会被取代。”变成银的胸，但是它的价值不能够高过你。接下来是铜的腰，不能够高过银。接下来是铁，不能够高过铜。接下来是泥跟土，不能够高过铁。所以意思说，上帝让你登峰造极，在你的年代当中，好，可能是会人民史上、历史文明史上、科学史上、数学史上、好建筑史上，好各样子的登峰造极，是最有价值的。而从头到脚呢，好，反而是在衰退当中。但是它的演变呢，好，可能会不断的扩大。而上帝呢，好，要让一个大石头砸下来，代表是天上的国要胜过地上的国。所以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2章第44节，好，请。当那些统治者在位期间，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无尽期的王国。这王国绝不会被征服，反而要彻底毁灭所有的帝国，而永远存在。这个梦，上帝让但以理解出来，并且告诉王，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也听懂，也听进去了，就是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开始的各样的人类的文明、技术、精华。会在这世上建立世上的各样的国家、帝国，
但是呢，这不是上帝所要建立的。上帝要建立的是一个永无尽期，不会有一个段落从金变成银，变成铜，变成铁，而是一个永远持续下去、永远存在的帝国。那是属神的，是天上的帝国。这就是但以理书非常重要的信息，在2600年前就已经说出来。当时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甚至还可能是到今天最聪明的人，没有办法解释的梦，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可是呢，但以理一次搞定。所以但以理他可能拿到了不仅是这个普林斯顿，他可能拿到不仅是台大的这个超博士，他可能拿到的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能够达到的成就，达到了成就。但这样子的事情呢，接下来就是但以理他要怎么样的生活？王就使但以理高升，你实在是太厉害了，王只能够匍匐敬拜啊！好，王真的是匍匐敬拜。好，那时候王呢，脸伏于地，向但以理下拜。一个帝国的王拜在但以理的面前。好，我们要把经文放上来。可是他就向但以理下拜，还吩咐人为但以理上供物，奉上供物和香了。好，但以理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神啊！好，你真的太厉害。但以理拒绝。可是呢，但以王呢就赐给他许多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的全省，好，又立他为总理，又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所以这一些人一个一个的被打败，他们终于承认但以理，你不仅比我们聪明10倍，你比我们聪明100倍，我们都相信，因为我们的老板尼布甲尼撒王都拜在你的面前了，我还能够说什么呢？但以理书这一卷书就这样子被写下来，被记载下来，没有人敢去否认这个但以理书的存在。而但以理呢，他就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一个智慧人变成一个很高的高级的官员，高级的官员啊。但是呢，但以理呢，好，在这样子的地位当中呢，他也没有忘记他3个朋友，因为他邀请他3个朋友一起祷告。那他3个朋友去哪里呢？我们来看，好，在49节，但以理呢，他就回过头来跟王求：王啊，这不是只有我的功劳，我的3个朋友都有一起祷告，他们是我的这个 RGP 复兴祷告小组，好，跟我们一起参加小组的祷告会。所以呢，王啊，他们也都有功劳。王就怎么样？派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怎么样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仍在朝中侍立。好，这个两河流域，好，巴比伦就在红色这个地方。但是他3个朋友呢，可能就掌管整个巴比伦好这个事务，好，就到这个王宫的外面去服务啊，就带着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聪明、上帝的智慧来管理地上的超级强权，好，地上的国。而上帝呢，就让但以理好成为好这个历史上非常神奇奇妙的见证。所以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这个巴比伦王千挑万选巴比伦的智慧人，哇，真的是万中选一啊！好，要给他们食物，要给他们养3年、教3年，让他们从最好的学校考试拿第1名毕业之后，才能来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可能在那边问10分钟。这尼布甲尼撒一定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搞不好把他们的古巴比伦文字、楔形文字都拿出来考他们，好，可能数学拿出来考他们，天文拿出来考他们，可是他们都能够回答，而且还答得比人家又快又好又正确，好，又超过他们10倍。但是这些巴比伦的智慧人，即便这么样的聪明，可是王说要杀就杀，要斩就斩，要断他的手脚就断他的手脚，只是因着王的心情，他们就没命了，可能他们就必须从地上消失了。可是在这危急的时候，但以理跳出来拯救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他用委婉的话先去问这个太监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接着再用智慧跟勇气去见尼布甲尼撒王。
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像后来波斯帝国发生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它也是发生了所有的犹太人在12月要通通被屠杀。以斯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先去了解状况，了解之后他就回去祷告。以斯帖没有说祷告，就写禁食，因为祷告是一个禁用的字，禁止使用的字，所以他就写禁食。以斯帖禁食之后，又邀请全国的犹太人要一起禁食啊。他们禁食之后，祷告之后，以斯帖他就带着智慧勇气去见这个波斯的皇帝啊，就救了全国的犹太人。但以理书也是一样，但以理透过祷告，透过智慧，他也救了不是只有这个犹太人，他救了全国的巴比伦智慧人。所以但以理，你要说你比我们聪明10倍，你要说你比我们聪明100倍，我们都承认，因为我们的命真的都是但以理把我们救回来的啊。但是呢，最后结局是，圣经说但以理就上这个巴比伦王就派但以理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理，掌管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这个故事牧师花了时间讲这么久，告诉大家，就是今天你很认真的读书，今天你很认真的工作，今天你很认真的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一展你的长才。但是如果你没有邀请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即便你拿到了全世界全台湾最高首府，你拿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学位，最好的奖学金，可是这个世界要你活，你才可以活。这个世界要你死，你可能啵一声就没有了，就从地上就消失了。可是当你是为着神而活，就不一样了。地上的王要你死，但是你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你死不了，甚至你还可以去拯救别人，你还可以去抢救灵魂，甚至上帝是使你在这世上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让你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用卓越的智慧来见证上帝的同在。所以你要选择哪样的智慧？地上的智慧还是天上的智慧？天上的智慧啊，地上的智慧要不要？好，地上的是意思，但是都要。你看但以理，他3年的时间，把这个没有学过的语言学起来了。你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有天上的智慧，也能够有地上的智慧，把那些人家认为不可能的、很困难的，但以理用他的行动，用他的态度来表明他是属上帝的。这些上帝不喜悦的地方他不去，这些上帝不喜悦的食物他不吃，这些上帝不喜悦的饮料他不喝。但是他可以，你帮我化妆没有关系。但以理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什么啊？我也忘记他的本名，很难念哦。伯提沙撒，好，大家说一次。这是但以理的本名哦，好，他的就是母语的名字，好，希伯来文的名字。可是我们今天叫他 Daniel 但以理，都是叫他巴比伦的名字，他被改成外国人的名字。他说 OK， 你改我的名字可以，但是你不能改我的信仰，你不能改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把我穿巴比伦的衣服，化巴比伦的妆，剃巴比伦的头发，涂指甲，这些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呢，有一些东西他很清楚的，该是属上帝的就是属上帝的，所以这是他的原则。因为但以理他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在一群的智慧人当中，让人家看出谁才是真智慧。你可能是在全班当中，哇，很不容易考上了50高中，很不容易考上了国立大学，很不容易考上了这个顶尖的研究所，很不容易拿到了这个最好的薪水，好，最好的这个职位。可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么优秀的一群人当中，可以看出上帝的同在？牧师列出了3个，好，要告诉大家。第一个，真智慧就是知道是谁在掌权。好，请大家说一次，知道是谁在掌权。地上的智慧人，他只知道
是我们的老板，叫做尼布甲尼撒王在掌权。但以理呢，那就 no， 尼布甲尼撒王，你虽然是用你的军事力量，好，用你的才华恩赐，还有但是这也是神给你的机会。因为我听说我们国家的那个耶利米，他就已经说过这个事情，在你还是婴孩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这个事情都已经说好了，都已经说中了。所以这是上帝说 OK， 你才有可能成为巴比伦帝国的王。所以真智慧是知道谁在掌权。所以今天不管你要升学也好，你要就业也好，你要进入政坛也好，你要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上帝才是真正的老板。好，跟你旁边说，我们的上帝才是真正的老板，我们的上帝才是真正的老板。如果你不知道，搞错老板，地上的老板说你死了，你就得死了。但是天上的老板说没有，还没有要到你死的时候，你才能够在地上的老板说该死，你却继续的活下去。第二个，智慧人的真智慧是知道如何生存。好，请跟我说一次，知道如何生存。但以理好无缘无故的就要被断手断脚，但是呢，他用委婉的话，他还先去了解事实，再用智慧去见王的面，然后再跟王求时间，争取祷告的时间。好，如果平常他可以慢慢祷告，但是现在是生死好关头，他必须要把握争取祷告的时间，所以他要活下去，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你会不会为了活下去，为了祷告去争取时间呢？你会不会为了一个你没有办法完成的作业，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争取时间是为了祷告呢？还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为了加班熬夜，为了赶报告、赶计划？老师再给我一个礼拜，老板好再给我1个月，我就会把它交出来。但是呢，却不愿意祷告呢？真智慧是知道在极难的时刻、危险的环境，知道该如何生存，用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第三，智慧人的真智慧是知道正直的大能。请说一次，知道正直的大能。但以理真的是聪明，真的又是帅，又是英俊，体格又好。但是呢，最美好的部分，圣经这样子形容，好说，但以理有卓越的灵性。好，我们一起来读第6章第3节，请。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国。但以理他的真正的被上帝看重的，不是他的外表、外貌，不是他的体格，不是他的学位，他被上帝所看重的是他卓越的灵性。好，我们说一次，卓越的灵性。你有没有灵性啊？什么是灵性？灵性就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你会专注听神的话。好，刚刚我在看我的讲稿的时候，我看到木轩传了一个 line， 好，表示木轩在做礼拜的时候怎么样？好，在忙着传 line， 好，在忙着做他的事情。这样表示灵性呢，好有问题，好，灵性有问啊，我不能怪他啦，因为他在忙做其他的他应该要做的工作，他已经很辛苦了。但是我是刚好看到啊，15秒钟前发生的事情，我就顺便好讲给大家听。灵性是什么？灵性就是你不会当上帝在说话的时候，你呢对他没有感觉，你会觉得哇，上帝的话好无聊，上帝的话很烦闷，上帝的话很啰嗦。如果但以理是这样的态度，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他就跟我们大家一样啊，都是在这世界上好这个佼佼者，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呢，好却是一个俗辣，好在上帝面前却是一个弱者，好是一个小鸡。但以理有卓越的灵性，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去听上帝的话，以至于他能够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去完成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工作。这个灵性不是用喝吃或是用什么就可以，是从小建立的。这个灵性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他知道
该是属上帝的。现在我是聚会时间，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来敬拜上帝。这个时间就是给神的，不应该拿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钱是上帝给我的，我应该奉献给上帝，就是属神的，不应该拿来做自己想用的事情。他有这样的美好的灵性，是其他人没有的，所以他有正直的大能，他能够在所有的巴比伦的智慧人当中凸显出真正的智慧。他本来是管理的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把它截图，好，大概就是现在这个范围。可是因为他的卓越，他跟他的3个朋友本来是管这一块，后来管到哪里去？后来管到是这一块，欧亚非，人类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帝国。老板虽然是尼布甲尼撒啊，对不起，是大流士，好，就是这个古列王，老板是他，可是谁在管？但以理在管。好，到他已经快要80岁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办法管这么大。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卓越的灵性，你不要小看你今天的做的一点点的事情。哇，我只是管一个办公桌，我只是管一个部门，我只是管这10个人。但是你有这卓越的灵性，继续的服侍上帝，上帝是把它扩大几倍。好，这个是巴比伦，从波斯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好，大概又扩大了10倍。上帝可能就提升，上帝可能就使你卓越，而一切不是你的知识、学问、学历、地位，而是你的卓越的灵性。好，所以跟你旁边说，上帝要赐给你卓越的灵性。然后再对另外说，让我们可以听清楚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听清楚神的话。当神的话赐给我们的时候，有卓越灵性的人，他能够去 catch， 他能够去吸收，他能够去把它消化、融会贯通进去。但是没有这个灵性，上帝说了100遍、1000遍，你也完全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旨意。更何况那么难解的梦，还有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他怎么样在这么复杂的情况当中来祷告。如果不是他的这个灵性在帮助他，连但以理都会因为他看到的异象倒下去，害怕、恐惧、生病，连但以理都会了，我们动得掉吗？我们真的经得住吗？但是有这个卓越的灵性，上帝就让我们可以经得住，知道免惊，有上帝同在，上帝他会帮助我们。而他有这卓越的灵性，也是很多的仇敌来攻击他。所以在但以理书好的第6章提到了，那时候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帝国。刚才这个波斯帝国，在波斯帝国当中呢，好，这个以兰人，好，就是现在的伊朗，还有这个马代人，他们呢更强悍啊。他们打败了巴比伦，他们来到了这个巴比伦这个但以理办公的地方，说这是谁啊？巴比伦王的这个大臣，他又是谁啊？他是来自于犹大耶路撒冷的俘虏，就轻看他，嘲笑他。好，所以呢，他们总长、总督在治国的事务上面，就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了。好啊，我就来看你，如果写错一个字。你敢写错一个字，你就有大麻烦了。你只要公文里面发错了，你就有大麻烦了。好，你只要把这个少打一个0，你就有大麻烦了。好，我们就等着瞧吧。就要在各样但以理，好，因为这个但以理他要经手的事情太多了，全帝国的事情，好，可能都要经过他的手。他只要有一点出错，他就可以随时的控告。后来有没有找到呢？好，我们来读好第4节。只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原来上帝给但以理卓越的灵性是用来干什么？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祷告，不是只有在那边禁食，不是只有在那边好在教会里面弹琴带敬拜，只有在那边操作电脑。上帝给但以理这个卓越的灵性，是要他在做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对上帝忠心，也要对他所交代的事情忠心，而且毫无错误过失。
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你要进入当工程师的基本的要求。好，如果你不够精细，你不够准确，好，这个台积电可能就会因为请到你就会倒大霉。但是你很精细，你很准确，好，你很精准的时候，台积电好，或是这个日月光请你进去的时候呢，大立光请你进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的帮公司做好该做的事情。而但以理他早就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准确、精细，甚至圣经虽然只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从天上到地下各样的智慧、各样的能力，包括他们为什么能够盖一个巴别塔出来，要通到天上去了。他如果三角函数算错了，角度算错了，重量分配错了，他能盖到40层楼、39层楼就倒下去了。但是他能够一直往上盖，好，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所以因为知道是谁在掌权，知道是应该如何生存，知道应该知道正直的大能，以至于但以理成为智慧人当中的真智慧。在那个时代当中无人能敌，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子。牧师把但以理的故事讲的比较跟我们贴切一点，但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从下礼拜一，其实你今天想读随时都可以读。当你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希望你抓住的这样的重点，这样的角度，而不是只有它是一个虚构，或认为它是一个虚假。如果虚构虚假，在2600年前，巴比伦人早就看不下去，就把它撕烂了，就把它烧掉了，不可能还留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早就有多少人想把它撕成碎片，但是他还能够一路活到80岁，经历了2大帝国、5个皇帝，怎么办到的？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作为啊。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分享当中呢，或是你现在，我也可以邀请你，你觉得谁是你从小到大认识最有聪明智慧的人？而他的智慧是天上的智慧，还是地上的智慧？而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有什么差别呢？更重要的，但以理他如何能够保持他心中的灵性卓越呢？那个正直，不是上帝的，他连要都不要；是上帝的，他什么都愿意。就算改他的名字，把他爸爸妈妈的名字通通都拿掉，他也可以。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而但以理书4章32节给我们的信息，这个巨大的像所要代表的重点，就是至高的神掌管人的国。请跟牧师说一次：至高的神掌管人的国。所以你今天活在是神的国当中，还是人的国当中？如果你只看到人的国，只看到地上的老板，却没有看到天上的国、天上的老板，但以理书要告诉你，帮助你认识这位天上的老板吧，认识这位天上的国度吧，因为那才是真正人类超越所有人的智慧和极限。而我们要思想但以理他卓越的灵性如何的帮助他。你要怎么样的勇敢正直，不再说谎，不再耍小聪明，不再偷鸡摸狗，暗暗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读到但以理，他的祷告是躲起来祷告吗？没有，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早晚3次的祷告。第一次就被抓走，丢到狮子坑当中。但是他里面的灵性告诉他，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不能躲起来，他不能够闪避。所以上帝把他曾经放到最危险的地方，狮子坑当中。但是他只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必会与我同在，死就死吧。以斯帖是这样说：死就死吧。当你有天上属神的真智慧，你就不会害怕死就死吧，当就当吧，把我炒鱿鱼就炒鱿鱼吧，上帝会负责。但是圣经这些人物跨越巴比伦，跨越波斯，都在见证不会死，反而你会更坚强，你会为神做更大的事情。而更大的事情就是天上的神要建立一个永无尽期、
没有结束的日子，永远的亡国。巴比伦帝国彻底的消失，比第一次的消失还要久。第一次消失1600年，第二次消失2600年，2000快要500多年。但是地上的国会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只有天上的国永远不会消失。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智慧人。如果今天你的课业不好，你要好好的认真看但以理，他怎么样用3年的时间把他没有学过的东西都学起来。你也可以跟神祷告，主啊，现在我的课业很难，数学很困难，英文很困难，补习很重要，祷告怎么样更重要？让你好好的把你的需要跟神来祷告。如果你的工作环境压力很大，你的老板给你的压力很大，你要知道在天上有一个更重要的老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不要惊慌，你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要保护你，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尽头，人生的尽头，海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让我们举起手来说：主，你是我的盼望。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是的，神，你要看顾我们，上你要保护帝他必我们，如同但以理在狮子坑，如同他的朋友在火坑。人生的尽头，海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不要惧怕。但以理会不会惧怕？当然会惧怕。但是他只要跟神祷告的时候，进入祷告的时候，他就忘记惧怕。把你惧怕的事情，第一个不是先带到朋友的面前、爸爸妈妈的面前、老师的面前，把你人生担心、害怕的事情，先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就是把你的惧怕带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但以理怎么样子在胜过巴比伦的智慧人？你看见但以理他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得到神所给他的答案？他怎么样在祷告当中聆听神的话，用他卓越的灵性得到神的帮助，使那不可能的事情，连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群人，他们都认为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居然但以理做到了。
他完成了，他达到了，不是但以理自己的厉害，而是因为但以理祷告，邀请他的朋友来祷告。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要结束以前，牧师要邀请大家来祷告，把你心中担心、害怕，不论是你人生的大事，不论是你眼中的小事，不论是你下个礼拜所要发生的事情，或是接下来你人生所要面临的选择的事情，不要害怕，把它祷告神，让神的平安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带着神的平安到神所要带你去的地方。或许可能离开耶路撒冷，或许离开犹大，或许离开本族本家，或许去到的是巴比伦，去到的是波斯，去到的是更远的地方。只要祷告，早晚跟神求。记得一件事情，但以理没有改变他跟神的关系，他不要用任何会玷污他的灵性的东西，得罪神的东西，他要保持他心中那卓越美好的灵性跟神的关系。就是每当神开口说话，他一定说：主啊，仆人在这，仆人静听。如同小撒母耳说：主啊，仆人在这，仆人静听。随时对神保持敞开，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卓越的灵性，好不好？邀请你一起来祷告。你要开口祷告，安静的祷告，小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各样的祷告，只要是祷告，神都垂听。我们来为你自己个人心中的惧怕、担忧，向神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有今天晚上的聚集，让我们有今天祷告的时间。主啊，我们要把每个孩子心中的担心、惧怕，主你早就已经知道，你早就已经看见，但是你在等待的是我们向你来开口，你在等待是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把我们心中的担忧陈列在主的面前，向主来陈明我们的心意，向主来交托，如同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一样，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家庭要被抄家灭族的时刻，主啊，只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神，你要用你天上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天上的神掌管地上的国，地上的国都有它的尽头，但是天上的国是永无止境。上帝，你能够使无变为有，能够使水变为酒，能够使在人所不能的，在神里凡事都能。愿上帝的话语成就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把你的惊涛骇浪交给神，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神要保护你，要拯救你。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是的，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主，你是我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主，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神，是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再次宣告，主，你是，主，你是我的磐石。大声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年轻的但以理比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年轻，
就知道把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而他这样的生命却缔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他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命定当中，带领他的人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孩子、每个弟兄姐妹的人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但以理的信心，赐给他们有但以理的智慧与勇气，赐给他们有但以理一般祷告的习惯和祷告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凡事借着祷告突破眼前各样的难关，让他们能够借着对神的祷告寻求神，神你就要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所到任何之处，神你都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人生能够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美好。谢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来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请起立。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你，知道主我们的生命是由你掌权的，而我们的不再一样。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赐给我们丰盛有余的，不论是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生命所需。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一起献上感谢。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也谢谢你赐下生命的粮、生命的气息，对我们生命说话。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才能，献上我们所当纳的，为您圣工所用。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从头来赞美我们的神。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好，在牧师要祝祷以前，好，我来再邀请大家想一件这个礼拜当中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从上礼拜到这礼拜当中，好，闭上眼睛，让我们想10秒钟。从上礼拜到这礼拜，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你已经有这个答案之后，我想要问，你觉得做礼拜这件事情，从上礼拜到这礼拜，在你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有没有更重要？如果是你觉得做礼拜这件事情比这些事情更重要，牧师要告诉大家，请你要把这样的优先顺序建立起来。我知道我们在今天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活动，所以牧师看到大家都非常的忙，非常的疲累。牧师也没有因为整天都在睡觉，也没有整天都没有闲没事做，但是牧师的习惯是都会把力气留在做礼拜，把精力、把注意力留在敬拜上帝的时刻。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学习，把要敬拜上帝的时间分别出来，成为你每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时间。阿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敬拜你的时刻，你再次对我们说话。愿这些话语不是从陈牧师的口中，而是从你自己的口中所说的，也让我们能够听见，从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现今充满各样的智慧当中，这样的专业当中，而我们真正能够活出智慧，成为智慧人当中的智慧人。愿上帝你赐给我们上帝的美好的灵性，而这个灵性是从我们认识主耶稣那一天就所得到的，而让我们这样的灵性能够不断的长大、茁壮、卓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如同但以理一样，能够为主兴起，为主发光，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在你要坐下以前，找3个人跟他说：你要像但以理一样为主发光，你要像但以理一样为主发光。请坐。好，大家好，接下来是消息报告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呢？好，今天非常欢迎，就是大家回到周六礼拜。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今天上帝的智慧要临到你。今天上帝的智慧要临到你。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则报告。好，11月30号就是下礼拜六那一周呢，我们周六礼拜是暂停一次的。好，请大家注意哦。但我们那天是有联合小组，对，当天6点半的时候，我们会跟青年牧区会跟方舟团契一起联合。苗栗方舟团契。哦，苗栗的方舟团契，对，那是爱童的现在学校的团契。对，那就是我们当天呢6点半开始，会跟他们一起有联合小组跟联谊。那请大家就是特别留意，就是我们是联合小组。那如果要参加礼拜的话，可以参加隔日12月1号的主日礼拜。那当天方舟团契他们也有在主日当中献诗，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参与隔天的礼拜，然后一起去帮他们加油鼓励。好，第二个，好，那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跟大家息息相关，就是我们在12月1号开始，我们的周六礼拜的时间会有调整。对，那就是我们这样调整是希望我们可以让，比如说我们小组的时间能够更完整，然后也可以好好吃饭跟小组。那也可以在邀请新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让新朋友知道说，哦，我们是6点半开始，是比较晚，不要在那个晚餐时间这么尴尬，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相聚之后，然后再一起来做礼拜。所以12月开始要特别留意，我们下午4点到下午6点是小组跟晚餐时间。好，那6点半到7点50是周六礼拜。那这个聚会时间的调整，就请大家留意哦。好，那第3个，12月就是圣诞节嘛，我们在12月14号的晚上6点到9点，然后在本堂2楼，我们会举办迦南的圣诞晚会。那这次的晚会呢，就是会邀请各牧区或是小组，然后或是团体，或是个人，就是你有才艺表演的话，就是邀请他踊跃报名跟参加。对，那我们报名的简章或是方式呢，都是在那个1楼那个本堂1楼的那个本堂1楼的公布栏有更多的说明，大家可以去看。那报名直到12月7号截止。
啊，就是如果有问题或是如果你要报名的话，都可以问张玉哥或是木轩执事。好，那下一个，下一个就是也是多鼓励大家一起参与圣经共读。对，那都是每天的6点半开始，6点半到7点。那如果你可能要晚一点起床的话，没关系，就是有在 YouTube 上重播。所以呢，大家可以每天扫周报上面的封面有个 QR code， 或是点 YouTube 连结。那到明天只是一起读耶利米哀歌。那明天之后呢？星期一下礼拜一就是一起读但以理书，然后跟后面是罗马书。所以大家鼓励大家一起，就是在圣经当中一起去经历神然后给的智慧。好，这个呢，这个现在有点尴尬，看不出来，对不对？没关系，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在这次的营会当中吧，在这次的寒假当中有3个营会，对，那是非常鼓励学青或是大研或是社青一起来参加。好，这个呢，这个是大专灵修班，它的时间是寒假的第1档，1月14号到18号，然后在中原大学，那就是报名只到12月19号。那这个营会呢，会以使徒行传为主题，所以大家可以一起透过这个营会一起来认识使徒行传。好，那第2个营会是神研班，神研班今年在1月19号到24号是寒假的第2个档期，然后在新竹圣经书院，然后主题是马可福音，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参加欢迎大家去参加这2个营会。第三个是日光少年营。那档期是寒假的最后，就是很丰盛哦，是在1月31号到2月3号。那它是在埔里谢伟营地，然后欢迎国高中青年可以去参加当学员去体验。那社青或是大专同工，大专的话也可以去当同工。对，那这3个营会呢，我们就在下礼拜啊，现在这3个营会都可以找像家青组长敏元或是社青组长木轩来报名，就是一起团体报名。那这个过程呢，就这个现在的报名都是教会有补助，对，那都可以这些详情或是这些洽询都可以问2位组长，那就到下礼拜为止。那如果下礼拜之后，就要以个人报名，就是会以比较原价，比较有点 CP 值不高，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多考虑，然后去跟去跟组长们来讨论。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分小组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要介绍同工的环节，那我欢迎敏元上场。没错，在这个时候，等一下，好，谢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来，我们先等一下 PowerPoint 以后，就是来好好的来谢谢我们今年2024年所有参与我们青年牧区的所有同工，因为你们看，我们眼看今年是不是都快过完了，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来谢谢我们今年的同工。Hello，OK 吗？对，我们今天的同工呢，就是大家还记得有哪一个组别吗？还记得吗？我们的核心同工群，我们今年青年牧区有哪些组别？知道吗？记得吗？好，你们不知道对不对？新媒体啊，你们只记得新媒体。好，我们大家一一来谢谢，一一来介绍你们所有的同工们。好，首先呢，我们先感谢我们的区长。我们今年的区长有3位啊，一个是卢福章长老，在我们后面，请起立。好，再来是我们的立珠长老，立珠，对，再来是我们的松辉长老，他今天没有来。对，我们感谢今年有3位的区长，就是我们的共治。你看，青年牧区今年有3位，就代表真的是3位区长很努力的帮我们青年牧区在今年很猛烈的、很棒的着重哈。好。那再来呢，我要感谢我们的牧羊组就是我们的木轩执事，是我们的组长，对，他是我们的直子壮，对，再来就是我是嘉庆的组长，感谢。对，再来呢，因为嘉庆呢，就是今年比较新，比较特别，因为之前是没有所有的学青的学青人一起在一起，对，所以今年呢有新的副组长，就是我们的恩典跟子轩呢是我们在周日的嘉庆，也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才成立的，对，所以嘉庆其实越来越茁壮了，这样。对，再来就是我们的敬拜组就是我们的新敏执事跟君毅执事，对，谢谢他们，你看。今年的敬拜其实也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装备的课程，你看他每次的敬拜的时间，那君毅都会为我们上课，多么用心嘛，对不对？对，再来就是我们的招待组的组长就是我们的维恩、怡芳，当然还有小周，对不对？3位我们感谢他们，谢谢他们。
你看招待训练就是非常的用心，然后让我们一进来的时候，你们都笑脸迎人，所以真的让我们都感受到招待的温暖。这样，对。然后最特别就是刚刚牧师只记得我们青年牧区的新的同仁，就是我们的新媒体就2个组长，一个是陈汉执事陈汉，然后再来就是陈鑫，对，感谢2位。对，然后再来就是哇，一个独特的版面，就是我们的投影组的婕妤执事，感谢他。对，今天的投影也非常的。为什么他的照片特别大张？就是因为他独立出来嘛。对，然后婕妤执事，对，因为我们投影组今年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后面的跑捧影非常不一样？我们用什么软体？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英文，我们用什么样的程式？Pro Presenter， 对，对，就是我们特别我们在。背后我们的每次我们的 PPT 的后面，然后都会呈现很动感的一个背景，对，这就是我们今年投影组所做的新的事工。对，再来就是我们的行政总务组，我们谢谢我们的新宇跟秉恩，谢谢他们。对，每一次我们青年牧区开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辛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总务身兼多职啦，然后订很多餐点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在最谢谢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吉娃娃旅行社，就是我们的廷瑞跟慧璇。对，今年一整年其实他们都有办理非常多的活动，让我们来参与这样子。还记得中间月中的大概在中间的时候，年中的时候，对，不好意思，年中的时候呢，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去到了。南庄没错，对，那个露营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好玩，对，也谢谢他们的带领，然后也很感谢，就是有这么多的活动，让我们的青年牧区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活动。对，那接着就是我们感谢我们今年2024年的所有同工。那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上面有你的，请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台上来。对，请上来，请上台。对，没错。对，在照片中如果有你的，我们就请上台，因为我们会有礼物颁发给你们。那因为我们礼物还在路上，但没关系，我们就先做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做一些感谢。对，我们在台上。好，那我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拍一张合照。先发好，自己拿，我们自己拿哈。那台下的我们真的很，因为我们今年2024年的所有的青年牧区，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工这样子。然后我们从一开始的行政总务，然后在不同的组别，其实都有奉献很多的心力这样。对，所以要感谢一下今年所有同工的付出与参与。对，对，这个是道具，小道具，对，然后我们的礼物还在路上，对，到时候会再补发给大家这样子。好，那我们集中一点，我们听一下我们的摄影师。你们那个比较高的要让后面，对，女生站前面，女生。好，我们要旁边再近一点了，来1、2、3。不用了。好，谢谢我们2024年辛苦的同工们。好，那接下来呢，2024年我们感谢完了，当然我们还要再介绍我们2025年新的我们的组织。对，这就是很特别的组织，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到底2025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对，就是我们青年牧区有牧养部门，然后有主责长老，再来就是青一跟青二，然后青一有3位组长，青二呢有3位组长，等下都依序会做介绍哦。对，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青年牧区的主责长老，就是我们的丽珠长老。对，感谢参与。对，还是要跟我们一起奋斗1年，对，好辛苦了。对，然后这是我青一牧区，青一区的就是国高中的部分，大家就依序做介绍。然后我呢就是青一的区长，谢谢大家。然后青一的组长呢有3位，一个是恩典，一个是子娟，再来就是允琪。对，
就刚刚都有在介绍。好，那就是青二就是我们大学、大专跟研究所，还有大专研究所，然后还有社青，对。然后区长是穆轩，然后组长是婕妤、陈汉跟子君，对，青二给他看一下照片，对，青二是区长，我们感谢穆轩，还要带领我，就是带领1年啦，对，辛苦了，对。然后这次直之中的长出组长了，就是我们的婕妤、陈汉跟子君。对，他也是找了3位组长，对，到时候我们就一起这个牧羊部能越来越茁壮了，你看看。好，这就是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牧区的牧羊组的牧养部门的部分。对，这是我们2025年。好，那我这个介绍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对，然后我们这个我们的周6礼拜啊，也会在明年改叫做青年礼拜，好，青年礼拜，好，就回到原来青年礼拜的名称，好，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青年礼拜，好，可以让更多的